好，原來係有少少 delay 啫，即係撳咗推出去大力少少，咁跟住就一節樓梯冇啦，即係呢一節樓梯再加呢一節上去就已經係啦。咁啊呢個上去再轉咯，即係第一層就已經係啦，即係叫做2樓咁解啫，就係呢度呢一節2、4、6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級一層 ，OK 17級，好開多次啊，係啦開到啦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級，係啦27級上到去都唔算係好咁，即係其實係上一層啫。咁佢有鐵閘有埋密碼，都係叫保安唔錯嘅。咁條 corridor 都乾淨，咁你見到好光猛啦。係啦，啲電錶都落晒鐵閘啦。咁一落到嚟咧，就已經係呢一個商業大廈。OK，有間冰室喺樓下啦，有間鹽橋，係啦，有間食沙律嘅。咁一出去就已經係出翻去德輔道中噶啦。OK，咁嗰個商場咧，你可以喺呢度咧過去嗰邊得嘅，即係個 L 位咧，另一條路口喺嗰邊出，咁就一出嚟就已經係太興啦，對面就中環街市啦 ，OK， 係啦，中環街市喺對面就已經係 OK， 咁呢邊就已經係恒生銀行大廈啦 ，OK， 咁如果有興趣睇呢個單位可以聯絡我。